標普500指數 ETF 信託。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2.49%， 最高 683.67， 最低 650.85。收盤價 683.39， 低於錨點 685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5.00 下方 0.24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45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 682.00， 可能為主力買入。SPY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期權短期為強。Delta 減少了 27.66%， 對價格波動，基敏感度降低。沃碼增加 61.02%， 放大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器響應。加碼器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器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5.00 元下方 0.24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85.00 元 0.24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82.00 元 0.20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短期看漲。股價區間由680元到685元。Delta 變化負 86.49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負 86.67%， 沃碼變化 36.46%。SPY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景順 QQQ 信託。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3.27%， 最高 619.32， 最低 580.74。收盤價 619.25， 低於錨點 62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20.00 下方 0.12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65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 617.00， 可能為主力買入。QQQ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減少了 5.71%， 對價格波動，基敏感度降低。沃碼增加 15.83%， 放大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器響應。加碼器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器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20.00 元下方 0.12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20.00 元 0.12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17.00 元 0.36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600元到620元。Delta 變化負 19.12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負 17.07%， 沃碼變化 11.64%。QQQ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英偉達。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4.20%， 最高 184.56， 最低 169.55。收盤價 177.00， 低於錨點 18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180.00 下方 1.69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56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180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NVD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餐飲增加 47.82%，
影響 Delta 記時間需假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180.00元下方1.69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180.00元1.67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180.00元1.67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175元到180元。華拿變化45.83%，餐飲變化39.11%，沃馬變化負3.33%。NVD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特斯拉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9.99%，最高432.93，最低383.76。收盤價430.17，高於錨點43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32.50下方0.54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56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43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TSL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32.50元下方0.54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30.00元0.0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430元到432元。華拿變化6.77%，沃馬變化負7.77%。TSL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蘋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2.71%，最高280.38，最低265.67。收盤價278.85，低於錨點28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下方0.41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61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277.5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AAPL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期權短期為強。Delta 減少了26.08%，對價格波動記敏感度降低。沃馬增加25.33%，放大 Vega 對波動率變化記響應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元下方0.41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80.00元0.41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77.50元0.4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短期看漲，股價區間由278元到280元。Delta 變化負60.68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4.35%，華拿變化負27.97%，沃馬變化18.06%。AAPL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亞馬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5.68%，最高233.29，最低215.18。收盤價233.22，低於錨點235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
收盤價係阻力位235.00下方0.76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60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35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MZN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減少了63.54%，對價格波動，基敏感度降低。差銀減少71.68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假敏感度。沃碼增加14.08%，放大 Vega 對波動率變化記響應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 ，Delta、Gamma、Vena、Charm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5.00元下方0.76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35.00元0.76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35.00元0.76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230元到235元。Delta 變化負64.36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5.26%，華拿變化負50.00%，差銀變化負73.78%，沃碼變化11.30%。AMZN 記期權希臘字母為背離，走勢為弱看跌。谷歌。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6.83%，最高328.67，最低294.36。收盤價320.12，高於錨點32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5.00下方1.52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67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32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沽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期權短期為強。Delta 減少了36.90%，對價格波動，基敏感度降低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5.00元下方1.52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320.00元0.0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趨於一致，短期看漲。股價區間由320元到325元。Delta 變化負55.17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沃碼變化5.39%，股走勢為中性橫盤。Meta 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9.04%，最高648.05，最低581.86。收盤價647.95，低於錨點65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50.00下方0.32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66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645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Met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減少了12.62%，對價格波動，基敏感度降低。差銀減少172.59%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假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
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50.00元下方0.32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650.00元0.32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645.00元0.46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600元到650元。Delta 變化負12.40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14.29%，華拿變化9.15%，餐飲變化負100.00%，沃馬變化3.48%。Met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微軟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。範圍為2.94%，最高492.63，最低464.89。收盤價492.01，高於錨點49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92.50下方0.10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52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49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MSFT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10.93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減少200.00，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92.50元下方0.10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90.00元0.41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490元到492元。Delta 變化20.04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7.69%。華拿變化34.15%。餐飲變化負100.00%。沃馬變化負5.10%。MSFT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今日嘅分析就到此為止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請按讚、訂閱，並在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或你希望我分析嘅下一個股票代碼。感謝觀看，我係 Gamma X，我們下期再見。